今日已經係第52日啦，我嘅身體都開始慢慢康復。我一直喺度公開我換腎之後，係希望大家注意健康，但另外都想大家知道，我係幸運㗎，因為要換器官其實並唔簡單，所以唔係每一個都可以成為幸運兒。雖然我冇辦法知道我個腎嘅捐贈者係邊個，但我都衷心多謝你，想同你講，我會好好保護㗎，多謝你。更加代表所有受惠人士向捐贈者致予最真誠嘅致謝。大家填器官捐贈嘅同時，可以諗下，如果日後有機會喺呢個世界完結，完成咗一段美滿嘅旅程，同時可以為現成嘅生命作一點延續，而因為你嘅成全，可以令更多人享有一個美滿嘅人生。大家好啊，我叫 Bill， 我係2018年嘅時做咗個肝臟同腎臟嘅同步移植，而家身體非常健康，非常開心，做緊義工。咁我雖然話我自己係非常之好啦，但係我哋都有好多同路人嘅病友咧，等緊器官移植而拯救佢哋嘅生命，所以大家一齊努力，呼籲下器官捐贈。香港嘅醫療技術咧係非常之先進，醫護人員咧非常之專業，器官移植嘅成功率都非常之高，但係我哋嘅器官捐贈率咧都未甚理想，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器官捐贈，簽卡啦，話俾身邊人聽啦，同埋咧鼓勵身邊人一齊為香港嘅器官捐贈。我係黃素貞，我係換腎嘅，換咗22年啦。咁就換腎同而家嘅生活當然係相差好遠啦，而家好好多，好開心嘅我而家。咁我而家最多謝嘅咧就係捐贈者咯，我希望多啲需要捐贈嘅人士咧都得到呢個多啲捐贈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個名叫林文婷。咁咧，我係換咗個心嘅病人嚟嘅。咁係幾年前啦。咁咧，我就喺呢度非常之感激嗰個捐贈者。如果冇你，亦都唔會有我今日。咁我亦都好希望我哋病友啦，能夠再會咧繼續咧，好多人喺度排緊隊，等緊咧呢個咁嘅受贈嘅機會嘅。咁希望大家亦都好持呢個咁嘅器官捐贈，得到咧即係使更多人得到呢個咁嘅大愛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慧強，我係2018年雙肺移植嘅受贈者。喺呢度我未捐肺之前咧，我係24小時都只能喺梳化裏邊嘅一個人。而家咧可以過翻正常生活啦，甚至乎咧可以同我啲朋友打波添。喺呢度我好多謝捐贈者同埋佢嘅家人無私嘅大愛。希望大家都能夠支持器官捐贈，讓更加多嘅長期嘅病人咧能夠重獲新生。